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策局最前線。今日我哋要講嘅呢單新聞，表面睇好似只係兩會期間嘅幾句官腔，但背後牽涉嘅政治博弈同埋中央對香港管治團隊嘅態度轉變，可能遠超你想象。究竟係咩一回事？等我哋一齊拆解。啱啱發生咗一單震驚政界嘅大事，影響深遠。廢話少講，我哋即刻入正題。大家有冇留意到最近喺北京舉行嘅全國兩會，主管港澳事務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喺參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審議嗰陣，講咗一番好有骨嘅說話。佢直接點名立法會主席李慧瓊，要求立法會喺行政主導之下要交出實際成果。呢番話一出，成個政界即刻震晒。到底阿爺葫蘆裏買咩藥？係咪對而家嘅立法會極度不滿？今日我哋就攞呢單嘢出嚟同大家深入剖析。要拆解呢個局，我哋首先要還原翻成件事嘅來龍去脈。2026年3月，全國兩會喺北京召開。喺3月6號同7號，副總理丁薛祥連續2日接見港澳代表。佢喺聽取立法會主席李慧瓊發言之後，特別強調咗行政主導呢個概念。丁薛祥話：行政主導呢個題目極其重要，係新形勢下對香港依法治理、良政善治提出嘅新要求。佢仲話，行政主導唔單止係行政長官同特區政府嘅事，亦都係立法會、司法機構以至全香港各個階層嘅共同責任。最戲肉嘅部分嚟啦，佢直接點名李慧瓊，希望佢帶領第8屆立法會產出更多符合香港實際、符合中央要求嘅實踐成果。大家試下企喺阿爺個角度諗，點解要喺呢個時候咁高調、咁強調實際成果？講真嗰句，呢個絕對唔係一般嘅客套說話，而係一個非常清晰嘅政治信號。自從完善選舉制度之後，香港進入咗愛國者治港嘅新時代。中央原本期望冇咗反對派嘅拉布同搗亂，行政立法關係應該會好和諧，政府施政應該會好順暢。但係現實又係咪咁理想呢？國務院總理喺政府工作報告入面，亦都首次提出要提升港澳治理效能。呢幾個字加埋丁薛祥嘅實際成果，其實就係中央對香港管治團隊，包括特區政府同立法會發出嘅一份催命符。阿爺嘅潛台詞好明顯，我已經幫你哋掃平晒障礙，創造咗最好嘅環境，你哋唔好再借口，係時候要交功課啦，唔好淨係識得喺議會入面做 show，我要睇到實實在在幫到老百姓解決問題嘅成績表。聽到呢度，大家係咪覺得好奇怪？點解中央會突然間咁心急要睇成績？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。我哋只要回顧翻最近發生嘅一單荒謬絕倫嘅事件，就會明白點解阿爺會咁火滾。呢單事件就係鬧到滿城風雨嘅巴士安全帶惡法風波。2026年1月25號，一條名為《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》嘅新修訂法例正式生效。呢條法例規定，所有公共交通工具，包括巴士，如果座位有安全帶，乘客就必須強制佩戴，違例者最高可以被罰款5000港元，同埋監禁3個月。表面睇，保障乘客安全好似好合理啊，但係魔鬼在細節。呢條法例一出街，即刻俾全香港市民鬧到飛起。點解？因為條法例充滿咗反智同邏輯漏洞。首先，法例只係罰坐低唔帶安全帶嘅人，但係巴士係容許企位係嘛？即係話你坐低唔帶安全帶就要坐監，但你企喺度搖搖晃晃就完全合法。呢個係咩神邏輯？更離譜嘅係，有律師兼前立法會議員江玉歡踢爆，原來條例入面寫明只適用於2026年1月25號或之後首次登記嘅巴士。換言之，街上面行緊嘅舊巴士，就算有安全帶，你唔帶都唔犯法。呢個執法漏洞大到可以過火車。結果點樣？法例實施咗短短5日，政府就頂唔順龐大嘅民意壓力，特首李家超親自下令要即日止蝕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唯有尷尬咁行出嚟，承認法律條文有技術不足，宣布暫緩執行強制佩戴嘅要求。呢單嘢簡直係國際大笑話。但係大家諗深一層，一條咁荒謬、咁多漏洞嘅法例，點解可以喺立法會順利通過？當時負責審議嘅法案委員會去咗邊？嗰班每個月出緊10幾萬港元人工嘅立法會議員，當時有冇盡到把關嘅責任？答案係冇。根據會議記錄，喺審議呢條法例嗰陣，根本冇議員提出過質疑，包括事後踢爆漏洞嘅江玉歡，當時都係沒問沒答。成班議員就好似舉手機器咁，政府交咩上嚟，佢哋就全票通過。到出咗事，俾市民鬧爆，班議員先至走出嚟，事後孔明，爭住抽水批評政府。呢種光速舉手通過，事前唔把關，事後推卸責任嘅表現，正正就係丁薛祥口中缺乏實際成果嘅最佳反面教材。立法會淪為咗一個只求通過不問實效嘅橡皮圖章。阿爺睇在眼裏，點會唔扯火？其實我覺得最核心嘅問題係，而家嘅立法會生態出現咗嚴重嘅扭曲。自從冇咗傳統反對派之後，議會入面少咗激烈嘅肢體衝突，呢個係好事。但係和平唔代表要盲從，和諧唔代表要放棄監督。
而家好多議員嘅心態係點？佢哋覺得，既然大家都係愛國者，政府提出嘅法案，我哋就應該無條件支持。如果唔係，就顯得唔夠忠誠。於是乎，議會入面出現咗一種表演式問政嘅風氣。咩叫表演式問政？就係議員喺大會上面提一啲無約束力嘅廢話動議，講一堆阿媽係女人嘅大道理，然後大家互相拍手叫好。但係一到真正需要審議複雜法例，需要睇清楚條文細節嗰陣，就個個都瞌眼瞓，或者求其睇兩眼就算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曾經講過，今屆議會通過咗好多法案，比上一屆多出60%，強調立法會絕對唔係橡皮圖章，但係數量多唔代表質量好。巴士安全帶法例就係一個血淋淋嘅例子，你通過咗100條爛法例，對香港社會嘅破壞遠遠大過你認認真真咁審議好一條好法例。丁薛祥今次點名要求交出實際成果，其實就係對呢種表演式問政嘅當頭棒喝。中央要嘅唔係你哋喺議會入面和和氣氣咁做 show，亦唔係要你哋做政府嘅應聲蟲。中央要嘅係你哋真正發揮民意代表嘅作用，幫政府完善政策，堵塞漏洞，解決香港深層次嘅民生同經濟問題。如果你係阿爺，睇見香港搞成咁，經濟復甦緩慢，民生問題一籮籮，但班官員同議員仲喺度自我感覺良好，日日搞啲形式主義嘅嘢，你會點諗？肯定火都嚟埋啦。所以丁薛祥嘅連環拳其實係一種恨鐵不成鋼嘅表現。講真嗰句，丁薛祥今次嘅講話標誌住香港管治團隊嘅蜜月期已經徹底結束。過去幾年，中央為咗穩定香港局勢，俾咗特區政府同立法會好大嘅包容同支持。但係隨住基本法第23條立法完成，國家安全嘅短板已經補齊，香港已經進入咗由治及興嘅關鍵階段。喺呢個階段，中央對香港嘅要求已經唔同咗。以前你只要夠忠誠、夠愛國就可以過關，但係而家單靠忠誠已經唔夠，你仲必須要有能力，要交得出成績。丁薛祥強調，行政主導唔係叫立法會放棄監督，而係要求立法會同政府形成一種良性互動嘅關係。政府要提出高質量嘅政策，立法會要進行高質量嘅審議，大家一齊為香港市民謀福祉。我個人嘅睇法係，未來中央對香港管治團隊嘅考核將會越來越嚴格。KPI 唔再係一句空話，而係會落實到每一個具體嘅政策同項目上面。如果特區政府同立法會仲係抱住以前嗰種得過且過、少做少錯嘅官僚心態，肯定會面臨中央更嚴厲嘅問責。大家試下諗下，如果下次再出現好似巴士安全帶咁荒謬嘅事件，中央仲會唔會咁輕易放過相關嘅官員同議員？我咁講，絕對唔會。到時可能就唔係暫緩執行咁簡單，而係會有人要孭鑊落台。對於立法會議員嚟講，呢個亦都係一個巨大嘅挑戰。佢哋必須要提升自己嘅議政能力，加強政策研究，唔好再做舉手機器。如果佢哋交唔出實際成果，喺下一屆選舉嗰陣，好可能就會被選民甚至被中央淘汰。講到呢度，唔知大家有冇同感？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，我哋嘅管治水平絕對唔應該停留喺呢個層次。我哋需要嘅係一個有擔當、有能力、肯為市民做實事嘅政府同議會。你哋覺得而家嘅立法會議員有冇盡到佢哋嘅責任？對於丁薛祥要求交出實際成果，你哋又有咩睇法？你覺得香港嘅管治危機最核心嘅原因係咩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分享下你哋嘅高見，我哋一齊剝花生，一齊探討香港嘅未來。總括嚟講，丁薛祥今次喺兩會期間嘅重磅講話，絕對唔係表面睇咁簡單。呢個係中央對香港管治團隊發出嘅最後通牒，要求佢哋告別安逸，提升治理效能，交出實實在在嘅成績表。巴士安全帶風波只係冰山一角，揭露咗議會形式主義嘅遮羞布，真相往往出人意表，政治嘅博弈從來都唔會停止。我哋策局最前線會繼續同大家跟進事態發展，為大家帶嚟最深入、最獨家嘅分析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影片啦。保持清醒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